再来看上北市警方伫今年1月到9月开出将近4万张路口无停留的罚单，因为驾驶无停留启动着过路人的事故，嘛是个直接发生哦。本地10月7日特别来推出行人优先区等办法，也毋过到今还未实施。交通部是表示讲已经完成修法了，地方的主管机关会当看需要来设置。青红山老先生车顶过车路，修路车倒滑直接落落，过路人当场喷出去。小客车驾驶人疑似因为看见当时正在穿越行人穿越道上行人，发生碰撞，致行人多处挫伤。前几天的交通事故，伫新北市新庄吊水驾驶无就后驶车，暗过路口无让过路人，互警方开单起罚。为什么你不理那个行人？等我一下，我先停好。我差点被你撞死了。要执法人员正做被控诉的对象，台北市一个查甫人指控警车等完无停落来等，辖区警方回应已经开动事违规。所内员警欲将警车移至西园路警用车格内。因当时天色昏暗，又逢下雨，于桂林路左转西园路时，未注意左侧有行人行走，致民众受到惊吓。路口无停向，这项交通老问题，敢若是上北市今年前9月初地，台北市超过2万件，新北要一万9000多件，甚至引起死伤。要改善乱象，除了有科技执法加强处理定罪法，中央也推出过路人优先区的措施。按照规划表定，10月7日上路，不过介即马特别1个月拢无正式实施。是不是在夜间应该要加强这个行川线的照明，以及说在路口应该要去增设，包含说像是行人庇护岛或者是行人的人行道的路口外推。那在目前行人优先区是延宕了将近1个月，我们也呼吁它可以尽快的上路。一直有争议交通违规，行人路权团体提出解决的方法。建议改善路口相关设施建设，也强化驾驶的停让观念，佮发声政府爱赶紧推行过路人优先区。交通部回应，当初有个修法，外界有提出建议，经过采录了后调整，已经伫最近完成修法，将涉及到10月7日，地方主管机关目前应看需要来设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